嗨，大家好，我是探评书。今天是2026年2月10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又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448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554天。波克罗夫斯克仍然是俄军重点进攻方向。俄军几乎天天发起人肉冲锋，俄军步兵损失惨重，装备损失也很大。虽然冬季天气对乌军的防御极其不利，严寒多雾以及许多其他挑战，但是乌军在1月份仍设法维持了对俄军的损失水平。去年12月，乌军记录有 3.5 万名俄军官兵被打死或重伤。今年刚刚过去的1月份，也有3万俄军官兵永远失去了战斗力。乌克兰总参谋部表示乌国防军对库尔斯克州的苏贾附近的俄军空降指挥所实施了打击，还击中了赫尔松州新奥列克谢伊夫卡附近的一处俄军弹药库。总参谋部同时确认摧毁了顿河畔罗斯托夫附近一个 FPV 无人机仓库。据报道，约有6000架无人机被毁。乌克兰作战人员发布视频称，已控制胡利埃伯勒方向的叫特尔努瓦特入口区域。第33突击团同时公布了在普里多罗日内清除俄军武装力量的影像。初步报告显示这2处居民点已重新回到乌方的控制之下。乌克兰国防军在扎波罗热方向清除了特尔诺瓦托耶村的俄罗斯军队，该村位于古利亚波尔以北的区域。乌军的第16军团已清除哈尔科夫地区边境村庄叫楚胡尼夫卡的俄军，并升起国旗。第16军团表示俄军曾试图利用恶劣天气为掩护渗透该定居点，但乌军及时反应并俘虏了部分袭击者。根据俄罗斯的军队的战地记者的报道说，乌克兰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和扎波罗热州交界处发起反攻行动。乌克兰武装部队正在对俄罗斯军队在扎波罗热州东部进攻的右翼发起反击。进攻行动从波克罗夫斯克和大米哈伊诺夫卡方向展开，目的是切断俄罗斯军队的道路，并从后方发起进攻。此外，乌克兰军队还在特尔诺夫和古利亚波尔地区发动进攻，多处战线同时发动了攻击。进攻行动于雾天开始，雾天有助于绕过俄罗斯军队的阵地，并从其后方发起攻击。乌军总司令希尔斯基说无人机在前线提供多达 60% 的火力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希尔斯基说前线对俄罗斯占领军的火力打击中，无人机系统所占比重已显著上升，目前约为 60%， 而火炮约占 40%。 他是在与记者交流时做出上述表述的。公共广播苏斯皮尔内记者对此进行了报道。希尔斯基指出自2025年夏季组建无人系统部队集群以来，这一兵种在消灭敌方方面效率已从 4% 提升至 33%。他强调无人机的发展正在改变作战方式，作战队形不再主要沿着正面展开，而是向纵深扩展。所谓的沙山区已延伸至15至20公里。他表示这既是对国防力量的挑战，同时也推动了无人化作战能力的进一步发展。希尔斯基还透露俄罗斯占领军每天对乌克兰使用100至200架沙赫德型攻击无人机。根据他的说法，防空部队能够摧毁 70% 的各类空中攻击手段。这个乌克兰的国防部长费多罗夫和这个马斯克两人不是沟通之后把俄罗斯的无人机在乌克兰境内的这种星链终端的使用给掐断了，这个导致俄罗斯这边已经陷入混乱。这网上有很多视频是俄罗斯的士兵拍的这种向这个俄国向这个其他的人求援的这么一些视频。一名俄罗斯士兵哭诉他们的星链网络被屏蔽，我们一夜之间回到了石器时代，埃隆·马斯克关闭了整个前线的互联网，我们不能再使用星链服务。自2月5日起，网络就完全断了，简直要疯了。
我们基本上无法控制导弹的发射。还有俄罗斯士兵啊，恳请电报频道的订阅者协助他们购置通信设备，也就是众筹啊，要这个他们电报频道的这些订阅的粉丝啊捐款买这种对讲机通信设备。我们的星链卫星通信中断了，现在几乎完全失去联系。世界第二大军队的士兵们失去了美国通信支持，如今恳求这一频道的订阅者为他们购买任何新型通信设备。看样子啊，马斯克这一出手啊，还是给俄罗斯给俄军造成了不少的麻烦呢。根据一个独立的媒体啊，他们的统计啊，这个基于俄罗斯方面公开资料整理，包括3站通知、讣告、公开报道、纪念碑、墓志铭等啊，就这个机构在俄罗斯啊，根据这些统计出来啊，自2022年2月24日以来，共有7777名俄罗斯军官被去军事化，就是普通的士兵不算啊，就是军官已经被打死7777名，可见俄罗斯的伤亡有多大。比尔格莱德州州长格拉德科夫说啊，当地恢复电力与供暖的努力未能成功，目前供暖已成为主要问题，455栋公寓楼以及数十处公共设施供暖系统出现问题，当局建议居民撤离或将儿童转移至安全地点。也就是双方的这种对能源设施的互相轰炸啊，还是给双方的老百姓啊造成了很大的这种困扰。俄罗斯也有影响啊。我们再看一看外交以及国际援助啊。乌克兰国防部长乌梅罗夫，当然不是国防部长啊，是安全委员会主任啊，乌梅罗夫啊发布了一段视频，内容显示他与法国武装力量部长沃特兰一同视察了在乌克兰战备值班的法国和意大利生产的紫苑防空系统。画面显示啊，该防空系统疑似击落了2架俄罗斯军机，说啊，一个是俄罗斯的这个弹道导弹，2架战斗机。法国国防部长凯瑟琳沃特兰表示，法国和乌克兰已就联合生产无人机达成协议。沃特兰访问了基辅，会见了泽连斯基和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沃特兰在社交媒体 X 上发文称，我已与乌克兰同事签署意向书，共同开发和生产创新的国防解决方案，特别是在无人机和数据领域。法国国防部长还说啊，联合发起的倡议将很快开始落实。也就是法国人呢，现在开始加大对乌克兰的援助了啊，因为毕竟乌克兰的这个900亿欧元的援助到账啊，可以花钱去买法国的这些防空系统还有战斗机。按照泽连斯基的说法呀，乌克兰将接收250架新型战斗机、150架鹰狮战斗机和100架阵风战斗机。战后乌克兰还将积极发展民用航空业。这个乌克兰的国防部长费多罗夫称啊，说法国正准备向乌克兰转让幻影2000战斗机，继续努力交付创纪录数量的铁锤制导炸弹，加快生产和供应，以及反弹道紫苑导弹。远程打击能力还在讨论中，包括斯卡普导弹。为什么乌克兰这么急着要这些防空武器啊？什么紫苑防空系统？实际上根据美国媒体报道啊，说乌军已经没有爱国者导弹，爱国者导弹系统空空如也。在1月份能源恐袭高峰期，乌克兰的防空导弹系统已经耗尽。说当时乌克兰的爱国者叫 PAC-3拦截导弹库存几乎耗尽，爱国者导弹发射装置经常处于空置状态，无法拦截弹道导弹，而这些导弹几乎毫无抵抗地击中了发电厂和变电站。乌克兰空军发言人伊格纳特公开承认，确实存在防空系统没有导弹却处于待命状态的情况。实际上啊，欧洲花了那么多钱为乌军买的导弹，也就是什么乌克兰这个优先计划啊，为什么这导弹迟迟不到位呢？实际上这个就跟特朗普有关系。大家知道啊，去年乌军突然啊从这个库尔斯克败退撤走，就跟特朗普有关系。特朗普突然掐断对吧乌军的通讯情报。这一次呢，你很难说啊，不是特朗普和川普两人合谋，对吧？就是打击乌克兰的这个民用能源设施，让乌克兰的老百姓啊冬天很冷，打垮乌克兰老百姓的这个斗争这个意志。然后这个特朗普还做好人，说他求一求这普京，对吧？说基辅的老百姓在这个零下20摄氏度很可怜，就这意思啊。所以说要能源停火，能源停火最好的办法，你是给乌克兰提供足够的爱国者导弹防空系统，结果他就是不提供，眼睁睁看着乌克兰挨炸。实际上就是
想逼乌克兰就范，对吧？这边不给乌克兰提供防空导弹，那边让普京放开了炸，联手要打垮乌克兰人的这个战斗意志啊。但是目前看似乎双普这个目的没达到。根据《金融时报》称啊，在今年1月，俄军对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袭击期间，乌军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因缺乏导弹而基本失去作用，使得俄罗斯的弹道导弹得以顺利击中乌克兰境内的发电站。当然了，泽连斯基说啊，他说欧洲未能及时支付相关费用，导致美国未能及时提供必要的弹药补给。到底是欧洲的责任还是特朗普的责任？我想大家恐怕心里都有数啊。泽连斯基说啊，我们不必在攻击军事目标和能源目标之间做出选择。俄罗斯出售能源，他出售石油，所以这到底是能源目标还是军事目标？为响应美国特朗普总统的号召，乌军已经很久没有打击俄罗斯的炼油厂。确实啊，最近没有关于打击俄罗斯炼油厂的新闻了。但是这俄罗斯还不是在照样打这个乌克兰的民用基础设施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啊，在与基辅航空学院师生交流时宣布，乌克兰将开放无人机出口。他说，今天我们正式开放出口，到2026年，欧洲将有10个出口中心，包括波罗的海国家和北欧国家。2026年将有10家代表处投入运营。2月中旬，我们将看到我们的无人机在德国投产，我将接收第1架无人机。这条生产线已经投入运营，英国也有生产线，这些都是我们乌克兰的技术。泽连斯基说啊，目前欧洲安全建立在技术和无人机的基础上。从这一点说啊，乌克兰可以是越打越强。你看看，这和2022年2月24号相比，今非昔比。乌克兰居然还在出口无人机，反过来对吧？他在英国、德国啊，还有波罗的海国家都有无人机生产线，生产这无人机还出口，不仅供乌克兰自己用，还卖给这些国家，是不是越打越强？如果操作的好啊，完全可以用出口无人机这个钱来维持乌克兰的无人机生产，对吧？战场上无人机使用，无人机产业将成为乌克兰支柱产业。乌空军司令部发布了一段疑似英国牧鹰防空系统作战视频。视频显示，2月7日，乌克兰拦截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空袭，画面中出现了防空导弹的发射。这些导弹似乎是从类似集装箱式发射器发射的。根据英国方面的声明，乌克兰在今年年初接收了2套该防空系统的原型机，也就是英国的最新的防空系统都送到乌克兰去了。我们再看看所谓的这个美乌俄和谈啊。首先啊，这个俄罗斯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宣布，他说美国拒绝接受乌克兰谈判中的安格雷奇原则。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啊，美国拒绝了2025年8月15日在安格雷奇峰会上提出的解决乌克兰危机的提议。拉夫罗夫部长称，莫斯科已经接受了这些提议。如果我们像个男人一样去处理这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就是能够得到解决。绕去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安格雷奇原则呢？实际上就是去年对吧，8月份吧，特朗普和普京两人在那个阿拉斯加峰会啊，安克雷奇，他们达成了一个出卖乌克兰的这个一个协议，一个原则。普京和特朗普两个人认可了，但是遭到了欧洲和乌克兰的抵制。按照拉夫罗夫的说法，那就是美国现在他也不承认安克雷奇原则了。当然了，具体什么情况啊，这个咱们不知道，因为这个俄罗斯方面说了，谈判的具体细节是不对外公布的。安克雷奇的原则到底是什么，他也不说。乌克兰的外交部长西比加说啊，只有美国特朗普才能有能力停止战争，使和平谈判取得成果。他说，在最近3方谈判所依据的20点和平计划中，只剩下少数几个未解决的问题，其中最敏感、最复杂的问题应该在领导人层面加以考虑。西比加补充道，这个最敏感的问题实际上就是领土问题。这个领土问题领导人之间怎么谈？乌克兰人的意思是特朗普应该向普京施压，然后呢让泽连斯基和普京对吧直接会谈。这个西比加说他说若乌克兰和俄罗斯领导人不举行会晤，和平无望。和平协议中最复杂的条款只能在乌克兰和俄罗斯领导人层面得到解决。这个政治报道说乌克兰日益怀
怀疑在未来的和平协议中能否依赖外部安全保障，并正准备自行成为能够遏制俄罗斯有再次侵略的钢铁豪猪。早在去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就呼吁基辅建立这样的防御模式，以致庞大的军队、强大的武器生产能力以及导弹无人机技术的发展。乌克兰驻北约代表团团长盖特曼丘克指出对安全保障的看法已经发生变化，过去的重点在于伙伴的承诺，而如今基础被认为是自身武装力量和国防工业，为此需要进行采购改革，更新动员体系，配备现代化装备，并投入数十亿美元的资金。这个政治报的这个说法实际上就是咱们经常说的叫打铁还需自身硬。目前这个形势来看乌克兰跟俄罗斯签的任何协议，只要是特朗普主导的那最终不折不扣又是一个布达佩斯备忘录，也毫无疑问没有任何法律约束，没有任何用，没有卵用。乌克兰人到现在才明白打铁还需自身硬，又回到欧盟的老路上。什么老路对吧？就是乌克兰直到俄罗斯被拖垮之前，你乌克兰就得支棱起来，一支强大的军队、导弹无人机生产能力。当然这背后那肯定是欧盟支援欧盟给钱，就这意思对吧？你得自己保持一个80万人的军队，强大的生产能力，然后跟俄罗斯杠，只有自己能保护自己。你指望这个什么志愿者联盟，志愿者联盟还指望着美国支持，美国不支持他们还不敢来。结果你看特朗普他愿意出兵吗？他愿意支持吗？特朗普说我派无人机在那边境上监视，净扯淡。到时候俄罗斯真要打乌克兰，那到时候特朗普一定会像现在一样一推了之，跟他没关系，要武器的花钱买，我还不一定卖。这个布达佩斯协议那不是美国人签的吗？所以说最终乌克兰还是要回到欧盟这个老路上，也就是自己支棱起来，就得跟俄罗斯耗，一直要把俄罗斯拖垮为止，拖垮了就安全了，否则没有安全可言。这个英国的金融时报说普京正试图向世界灌输一种乌克兰战败不可避免的观念。普京积极宣传所谓战争险胜的叙事，声称俄罗斯已克服制裁，并在前线掌握了战略主动权。克里姆林宫正试图营造一种民主国家在与西方的全球对抗中历史性末日的氛围。莫斯科正在渲染战争已远远超出乌克兰国界的局面，其主要目的是让西方政客相信抵抗是徒劳的，俄罗斯的胜利是历史必然的结果。分析人士强调在现代冲突中，能否将自身的历史强加于人，往往与战场上直接胜利同等重要。如果我们全面审视事件，而不是通过俄罗斯宣传的棱镜，克里姆林宫弱点就显而易见。乌克兰及其伙伴的主要任务是持续揭露这些矛盾，并将俄罗斯操纵与乌克兰自身展现出韧性和取得的切实成果进行对比。这个英国的金融时报实际上也是建议这乌克兰要持续的反抗，普京编造的谎言最终会被戳破。实际上这场未达预期的战争彻底打破了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正在复兴的叙事，它证明一个经济上依赖能源、政治上高度封闭、社会缺乏活力的体系无法支撑起一个可持续的现代军事强国。昔日的钢铁洪流神话，如今在乌克兰的泥沼中步履蹒跚，这正是过去20余年俄罗斯发展道路困境最集中、最惨烈的体现。前英国军情6处处长说我们原以为乌克兰人难以抵抗俄罗斯的进攻，然而我们低估了俄军在战场上表现之烂。泽连斯基展现了另一种领导人的风范，他无比勇敢，坚守阵地，带领人民抵抗俄罗斯的侵略。这是英国军情6处处长对媒体说对俄罗斯来说这个屋漏偏逢连夜雨叫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自从这个印度又跟特朗普眉来眼去，对吧？特朗普免了这个印度的这个额外的关税，印度不再从俄罗斯进口原油了，原以为到此为止，对吧？也就是印度不买俄罗斯的油就完了，哪知道这个穆迪老先一不做二不休，居然也敲诈俄罗斯。根据媒体报道印度海岸
警卫队扣押了3艘与所谓俄罗斯影子船队相关的油轮。据报道，对吧？这个一共有3艘船只因涉及非法石油运输而受到美国制裁。也就是这个穆迪老先本来跟俄罗斯还眉来眼去，是吧？还做生意，这回一投靠美国之后立马提起裤子就不认账了扭脸就不认这个普京了，开始执行美国的制裁政策，到处查封俄罗斯的影子船队。你说这叫什么事？所以说这个俄罗斯人拉夫罗夫破防了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接受俄罗斯独立电视台节目采访时说俄罗斯无意进攻欧洲，但如有必要，已准备好做出充分的军事回应。拉夫罗夫强调他说我们无意进攻任何欧洲国家，这对我们完全没有意义。而一旦欧洲将其针对我们的战争准备威胁付诸行动，并开始攻击俄罗斯联邦，普京总统已明确表示，我们方面的回应将不是一场特别军事行动，而是根据相关纲领性文件，动用现有全部军事手段，做出了全面军事回应。什么意思呢？就是拉夫罗夫开始威胁欧洲，对吧？如果俄罗斯要打击欧洲的话，那可不像打击乌克兰打击乌克兰那叫特别军事行动，打击欧洲呢，那是什么招都得用，什么手段的一起上。言下之意就是要扔煤气罐，什么相关纲领性文件呢，也就是核学说你看看不就破防了吗？对吧？对乌克兰是久攻不下，战场上捞不到一点好处，然后这个外交上面现在这些国家都针对俄罗斯也不能怪别人，对不对？你树倒猢狲散嘛，这大哥不行了，人家还不能另攀高枝你看这个拉夫罗夫又指责希腊，开始骂希腊，说希腊放弃了与俄罗斯数十年的合作，向乌克兰运送武器，并无视居住在俄罗斯和被占领区的希腊族人的安全。希腊中断了与俄罗斯长达数十年的合作，俄西之间全方位的合作被彻底瓦解。俄罗斯的人的话对吧？一个字都不能信。2022年2月24号之前，拉夫罗夫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发誓赌咒，俄罗斯不会侵略乌克兰，不会对乌克兰发动战争。所以俄罗斯人说话跟放屁一样，什么不攻击欧洲。路透社俄语频道报道说，俄罗斯政府正在考虑暂停向所有原计划由国家福利基金资助的国家项目提供资金。据路透社消息人士透露，这项举措来自俄罗斯财政部与石油、天然气收入急剧下降有关，也就是谈判们说的俄罗斯越打越富有越打越有钱。现在俄罗斯财政部没钱了，本来这个国家福利基金资助的这个项目，就说白了就是俄罗斯很多人的养老保险养老这个待遇、退休金什么的，恐怕要缩水了。原因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石油、天然气收入急剧下降。印度不买俄罗斯的石油了，就靠另一个东印度，你能买多少呢？就是东印度它那个石油有10几个渠道，每个渠道不能太多你多了顶多30%吧，就已经到头了，那还能从俄罗斯能买多少呢？所以这个普京着急而且最近很多俄罗斯主流报纸公开指出，俄罗斯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多名直接参与财政与金融决策的俄罗斯财政部高级官员直言不讳地向普京发出紧急内部警告，一场大规模史诗级经济危机已经在来的路上，这一块将在4月份全面爆发。这个可不是闹着玩的2026年将是俄罗斯的失败年，最先崩溃的不是俄罗斯的军事，而是俄罗斯整个经济大崩盘。2026年俄罗斯的经济难以支撑俄罗斯的军费开销，因油价疯狂下跌，更雪上加霜的是俄罗斯的原油出口遭到美西方极其严密的封锁，特别是美国的2级制裁是对俄罗斯经济封锁加固补漏，你再加上美西方对俄罗斯影子舰队的这个查封扣押，你连印度都上手了，再加上乌克兰打击这些影子舰队，对吧？炸沉它，这多重打击2026年可能是西方对俄罗斯长期制裁集中出成果的一年。欧盟的第20轮制裁，对吧？正在路上，各种制裁可能要在2026年进入收获季节，也就是压垮俄罗斯的最后一根稻草，你也不知道是哪个，反正它一直在往上加呀，终究对吧要起作用。所以2026年将是俄罗斯遭受经济打击最严重的一年。同时2026
年，乌克兰对俄境内军事打击可能进入摧毁性的一年，俄罗斯的防空系统将逐渐失效无能，乌克兰军事远程袭击武器可能要在俄罗斯大地满面开花，俄罗斯的防空系统将拦不起也拦不住，俄罗斯的防空系统本身将成为乌克兰主要的摧毁目标。这个连德国媒体都说了，对吧？乌克兰有大量的远程武器正在制造之中啊。这个火点导弹公司的生产的这个叫火烈鸟杠7杠9都在路上呢，一旦量产，这可了不得啊！这些就砸向圣彼得堡、莫斯科。现在是俄罗斯在炸乌克兰的民用基础设施，到了2026年的冬天，恐怕就倒过来了啊！所以说俄罗斯军事上前线与后方的双线开销将加剧俄罗斯经济的崩溃，抽掉俄罗斯军事上的经济支柱，俄罗斯的军事失败也会接踵而来。所以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破防了，对吧？对欧洲进行赤裸裸的威胁恐吓。拉夫罗夫说俄方始终愿意以外交方式解决乌克兰问题，却遭西方破坏。英国、法国、德国官员对解决危机毫无兴趣，且部分欧洲领导人的言论显露出其正认清、认真准备对俄开战。俄罗斯人终于慌了已经开始杯弓蛇影了，已经开始神经兮兮的，这就是强盗逻辑流氓言论，始终以外交方式解决乌克兰问题。那你俄罗斯撤军不就行了吗？这种流氓把人家占了，完了这个是叫外交手段解决，那你把占的地方退出来就行了。所以说跟这种流氓没什么好说的，跟流氓讲道理那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呢，只有把他拖垮。这个俄罗斯人呢，他只听得懂大炮的声音。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